冇咁快，一係每日做到晚，一係自己做老闆。一個鐘只係得幾十蚊，做外賣為咗搵兩餐，好多高位已經被入侵啊！後生仔等上班，畢業後都係做返兼職啊！啲廢青就係咁量產，反正覆佢睇老闆面色啊！每日着一樣衫，周圍都充滿緋聞。感覺係超內耗，某一啲公司唔請本地人，直接外勞，這個我自己講到，所有嘅事乜都叫我做，上期比就係數據多數，點解問都唔夠幫，現在一切都太遲，社會離文差異，根本其實嘥時，搞破本數好似玩齊你啲，如果可以揀，畢竟做咗第四結婚嘅大學生唔使反上退學，賴落班官借冇嚟話佢，扮一個角色冇變寫最高，賺得過以前大差唔過冇衰來，一個鐘只係得幾十蚊，做外賣為咗搵兩餐，好多高位已經被入侵啊！後生仔等上班，畢業後都係做返兼職啊！啲廢青就係咁量產，反正覆佢睇老闆面色啊！每日着一樣衫，一睇手機覺得你食黃，實習都已經好多嘢忙，傾住心事唯有任飛講，而家揾到個係我車模。